好，来继续来看30年前的今仔日，一阵无壳瓜牛，也就是无摘掉买厝的民众，困伫台北市的中孝东路抗议当时厝价伤悬。经过30冬了，这个问题也是无解决。相关的团体今仔日拢徛出来要求政府重视青年安居的议题，也若无，这个厝价若阁继续飙起，恐惊会演变做国安的问题。住宅它是基本原则的一部分，不是商品，更不是玩金钱游戏的筹码。这种不足经过30年了后，同款无改变。无壳瓜牛30年，青年无居任流连。顶一个世代厝买袂起，即马厝价所得比当年搁较沉重。以台北市为例，1989年无靠路的运动爆发的时，厝价所得比差不多是8.58，经过25年了后，已经逼近15。房价所得比又搁悬出74%，也就是讲，想要伫台北市买厝，都要15年，无食无啉才买得起。我们现在的年轻瓜牛们，他们的负担更为沉重，他们更不可能可以承受。庞大的租屋市场导致说，我们附近加盖、顶加、违建都非常多。过去这20年来，青年，也就是25岁到29岁的青年，事实上他的薪资的成长才15%，但是房价的成长却178%。无确落嚟发声，唔知政府敢有听到？青年安居变成后一个30年自体运动的中心。这阵争取房市合理化、租厝健全化的社运团体，要求政府提出真正有效的办法，唔通好买厝变成民众的心目中永远无法度解决的痛。